各位市民，喺呢個無比艱難嘅時刻，你能夠點開呢段影片，已經係一份勇氣。無論你此刻感受到嘅係乜嘢，麻木、恐懼、悲傷，或者係空白，所有嘅呢啲反應，喺經歷如此巨大嘅失去之後，都係完全自然嘅。接下來嘅幾分鐘，我唔會嘗試改變或者帶走你嘅感受，我哋只係嘗試一齊喺呢個似乎已經崩塌嘅世界入邊，揾出一個可以暫時休息嘅地方。請依照你感覺最舒適嘅姿勢坐喺度，或者瞓喺度。如果過程中有任何嘅不適，隨時可以暫停或者離開。首先，如果你願意，可以輕輕咁樣閉上眼睛，或者將目光柔和咁樣放喺前方不遠嘅地方。而家請你感受一下身體同地面或者張凳接觸嘅感覺，唔需要改變任何嘢，只係去留意嗰啲支撐住你嘅接觸點，腳底、地面、身體或者椅背，或者你會注意到身體喺度震緊、緊繃或者麻木，呢啲都係身體喺度嘗試保護緊你。你唔需要令到佢哋消失，只係需要知道佢哋而家存在緊。而家請你嘗試揾一個相對冇咁繃緊嘅位置，可能係你嘅手指，可能係你嘅眼皮，將一絲嘅注意力帶到去嗰度，感受佢存在緊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留意呼吸，唔使改變呼吸嘅節奏或者深淺。我哋好似喺海邊睇住海浪，一呼一吸。你可能會注意到呼吸急促、淺短，咁好正常嘅。每一次呼吸，無論係幾微小，都係生命存在嘅證據。當你嘅思緒被一啲嘅記憶拉走，咁係好正常，咁係一定會發生，唔需要理會佢，將注意力帶返去你嘅呼吸。每一次返轉頭，就係對自己嘅一次擁抱。呼吸就好似一隻小船，喺風暴入邊，為你暫時提供一個可以休息嘅地方。嘗試感受一下，喺吸氣同埋呼
呼氣之間，有冇一個微小嘅停頓可以畀你休息？而家可以將你嘅注意力輕輕咁樣擴展，除咗你嘅呼吸，可以開始留意周圍嘅聲音，遠處嘅聲音，近處嘅聲音，唔需要加任何力量入喺到呢個聲音上面，你只需要觀察住，讓呢啲嘅聲音穿過嚟，唔需要用力，唔需要推開。我哋嘗試喺觀察嘅時候留一啲空間，所有嘅感覺我哋都唔需要去驅趕，佢只係慢慢咁樣嚟。快就會慢慢咁樣走，我哋只係為佢擴大少少空間。喺呢個過程入面，會感覺到呼吸嘅流動，身體嘅支撐，聲音嘅來去，你唔需要控制佢哋，只係需要同佢哋一齊存在。結束之前，請你再一次感受一下身體同埋支撐物嘅接觸，感謝自己喺呢短短幾分鐘入面，你送咗一份關懷畀自己。呢個練習為咗忘記你失去咗嘅嘢，而係希望喺承載呢份失去嘅同時，你都可以偶然休息。你可以任何時候再做呢一個練習。願你喺呢個艱難嘅旅程感受到你並不孤單。